湾的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好朋友迄天，我去阮庄的庙口坐，一个阿伯来甲我认着，讲国正啊，来，你咧讲解文说字袂歹听。结果两三个淡仔开讲的，我那甲国正啊问讲解文说字是咧讲啥？我一眼看甲解说，讲我有四句联，有迷彩，有俗语话。结果另外一个阿伯也煞甲应讲啊，你讲我不懂啦。台湾话哪有啥物学问？我讲伯啊，台湾话学问满是。有的言语还未变做俗语，敢若社会咧流传尔。因为咱知影俗语有道理咧讲解劝，啊，毋过社会咧流传有当地啊是流行话。亲像你嘴里咧讲一句，你讲我不懂，敢毋是倒句？有影呢？敢若台湾的有影有学问呢？你讲的讲，甲我不懂的懂，当然为着要倒句，特别去说。其实讲不懂，就是接近华语的讲法。不过国正我哪有查哦？这两字但日本时代字典我哪有哦？啊，就是意思讲你做你讲啦，我听无做我听无，安尼叫做你讲我不懂啦。不过国正足诚意，甲迄个讲你讲这项议题我无兴趣。台湾话无啥物学问，迄个伯啊，佮安尼看解说，我一手骨甲牵咧，甲讲阿伯，你听我讲炒10外分尔，所以伊甲我好啦，我安尼互满面全斗花，因为第二句甲我讲国正啊，规气你请我无用啦。我讲伯啊，即句原来是学问呢，你甲我互相中间去说一句话，原来社会流行的话呢，你请我无用，意思就是有较咸啊呢，意思就是讲你请，当你听我走啊，国正啊，讲10外分啊吼，你咧解说你的节目，我无兴趣啦。我要无用啊啦，伯啊，唔通安尼啦！你甲我看一集啊啦，唔通讲即个你请我无用，即个话介咸，我听着吼会感觉安尼规个面烧红红啦，安尼吼真正连我踮遮看恁咧行棋，连工我都唔敢来啊啦！哇，迄个阿伯也说我感动着，结果伊转去看呢。看了后，经过第3天，我去遐坐尔，换伊咧讲啊，讲国正啊解文说字袂歹看，逐集都有意思，逐集都真趣味。我才甲迄个阿伯讲，伯啊，有影啦，恁的小报看下我的广告啦。哦，这原来是社会上流行的倒句的话，有影。国正诚意甲你报告，讲这还未变做俗语哦，因为俗语咧坑人的情理哦，这是社会上讲倒句，互人好记流行的台湾话，所以吼。解文说字真正都要靠恁的小报，因为恁的小报的报，甲我咧广告的告，拄啊原来倒句，互你一听就会记。啊，若感觉袂歹，节目有趣味，真正去小报看下我咧广告，互我特别拜托，互我特别塞来一个啦。